楚国接连几次派使者前来咸阳，讨要商于600里之地，说是大王当年郢都求婚之际曾有承诺，但是都遭到大王拒绝。楚王因此怀恨在心，眼下楚国与齐国已经结盟，似有向我大秦动兵的迹象。看看这个楚王气量太小，寡人一句酒后之言，他还当真了，索讨不休，还想拉着别人动手，打上门来。齐楚若是联手，我大秦即使举倾国之力，只怕也难以应付啊。司马将军，你何苦长他人志气，灭自己人威风呢？甘大夫所言极是，我看不如就此机会教训一下楚国。大王，臣愿意带兵出征。大王，自商君变法，我秦国虽然国力大增，但毕竟底子单薄。这些年与魏、赵、义、渠等国连年交战，壮丁皆服兵役，耕地荒芜。尽管得到一些割地赔款，但收不抵支，都是靠秘密派出商贾向楚国和巴蜀等地购买粮食，才得以维持不闹饥荒。臣以为秦国暂时不该再战，要养息休生一阵。若是他们打到家门口呢？是啊，楚离子，两害相较取其轻，我看这仗只好打了。谁说这仗就只好打了啊？大良造，你太爱动武了。张仪，怎么又是你来哗众取宠啊？我怎么哗众取宠啊？大家都知道，大王刚刚娶了楚王的妹妹，秦楚两国新婚燕尔啊！你说翻脸就翻脸，一点大国的风范都没有，不得遭到众国耻笑吗？难道张子想将我大秦国土拱手相让？那倒不是，大王得知道，这世上除了兵刃相见以外，还有一样东西更管用。那是何物？心智，以智取胜，强过100万雄兵。大王，这张仪所说的心智，不过就是摇唇鼓舌而已。好，张仪，既然你惯以惊世骇俗之语吓人，我且问你，如果我今日大秦不出兵，你有什么办法制止齐楚联合攻秦？我当然有。寡人愿闻其详。若大王恩准，我张仪愿只身前往楚国，拆散齐楚之盟，让楚国独木难支，不得不罢兵，如何？张子是说，你愿出使楚国，不用寡人给楚王1寸土地，就可以让楚国罢兵？哎，大王，土地可以不给，我出远门总得带上些盘缠，你得给点钱啊！你不能太吝啬了吧？大王，您可得当心呐！有人爱财如命，万一此人骗取了大王的钱财，脚底抹油，一走了之，不见踪影的话，我们向何处去寻找此人呢？啊！你的心可真大呀，大良造！如果你真的断定今日张仪是夸下海口，那你我何不打个赌呢？啊，谁输了，谁就当着众臣的面，扒光了衣裳，一丝不挂的在大王的宣誓殿上跪爬3圈，敢不敢？好，张仪，赌就赌。好，大家都听到了，张子，大王也听到了。你愿意给我们作证吗？司马错将军为我作证，甘茂将军也在，还有大千，够了还有大千。既然张子有此胆量，寡人就让你去试试。明日我起身，您就等着微臣的好消息吧。使秦国成为诸侯中最强之势，甚至有可能取代周王室一统江山。如今，你却要将它分割成3块。你说的这些跟我没关系，我一群人做事，凭的是刀剑和马匹。上对得起长生天，下对得起自己跟部族的父老兄弟。义渠君将统一的秦国变得4分5裂，这办不到。
办不到，办不到，真的办不到。那我们就接着喝酒。大王举杯了，准备。剑手弦，刀出鞘，准备。易曲君，自从嫁给你，我一直把你看得比我自己还重。我曾说过，我能给你的我都会给你，但凡我能做到的。大秦的江山是秦人和义渠人一同打下的，我就不信秦人和义渠人愿意看到自己用性命换来的江山再次被无端分割。我不信福儿愿意和兄长反目成仇，更不信长生天愿意看到骨肉相残。好，夫人，我这就去。夫人，你自己保重。快去，母亲，快去，快去！谁呀？给义渠君的一封急信。好，快进来。咱们这次去岳阳，离咸阳不远。公子持正带着人跟王军他们打得热闹，等他们打累了，咱们再出手解决别意。也许有一日，我们也可以大摇大摆的到咸阳城里面去逛逛。对了，听说了吗？你那个姐姐，岳公主也回咸阳了。真的？那得赶紧。赶紧什么？赶紧打探一下。有这个必要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什么意思？樱树上的话。小子，记住了啊，少在我面前卖弄。大王！大王，咸阳城传来消息，何事？是岳公主。岳公主在咸阳城遭人谋害，危在旦夕。谁胆子这么大，敢动我喜欢的女人？姐姐有难。五位白起，我们几个先去咸阳。难道就是为了守一个承诺？他是在等承诏的人出现，那诏书才有用。这么说，要看紧殷夫人才是。老臣立刻派禁军将北郊行宫围起来，看那殷夫人还有什么手段可耍。右大人，快请。来了。夫人，宫外都被封锁起来了，你是如何进来的？那慧慧也不可能一手遮天，禁军中好歹有几个是我自己的人。你快坐下吧。你要是再不来呀，我真的要急死了。我在外面也替夫人着急，看着粗衣砾石的，把你折磨成这等模样。你叔企图破我就范，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称心如意。你贵为大清公主，却受如此百般折磨，如今连走路都不灵便了。病痛只是小事，眼下大清危如累卵，险象环生，是你我该把芈月和公子季请回来的时候了。但此事干系重大，需极为谨慎。若万一走漏了风声，夫人性命堪忧啊！我活到今日，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赶快回去准备马匹行装，日服夜行，千万不能让他们盯上你啊！快走吧。哎，南后楚王厚我多矣，张仪本该感恩怀德，所以悉心的为南后讨了个方子送来。就算张子讨了仙丹妙药，也治不了我的病症。正值盛夏，依在下推测，南后患的应该是热症，气粗口干，五心烦热，日夜交替，心躁多梦，饮食不思。就算知晓病症，也不知道病源。病源无非是时令、鬼魅、起居等外源所致。那依张子所看，我的病源是宫内有鬼魅侵入。张子果真神机妙算。南后福慧双修，有上天庇佑，用了在下的方子，定让那鬼魅败下阵去。当真？自然当真。那张子快快将方子告知于我，那方子若真管用，我必会重谢。夫人且慢，用我这方子，还需先备下一个药引子。药引子？那东西在何处？就在宫中。我这药方子管不管用，全要看南后那药引子用的是否恰当。快说，那药引子究竟为何物？那药引子就是咱们的大王。芈嫣拜见母后。嫣儿来了。母后慈悲，将芈月内为芈夫人，还有什么本事翻身？小的这就回去安排。继儿，来试试婆婆给你做的新衣。好暖和呀！明日我就穿它出门，再大的风雪我也不怕了。是不是大了点儿啊？不大，今年略大些，明年就正好了。到了后年，说不定就短了。那也是，小孩子家的，这衣服呀，永远追不上他们的个头。继儿啊，婆婆是又盼着你长，又怕你长。等有一日你娶了亲，婆婆也算是放心了。继儿若是娶了亲，就让媳妇侍奉婆婆，给婆婆做新衣裳。好，为了继儿这句话呀，婆婆一定多活2年，等着享咱们继儿的福呢。还有期望他曾应许的荣华富贵，他这一跑，只怕在外面又要兴风作浪了。月儿放心，我这就去把那个恶婆娘给你抓回来。晚了，都已经过去几个时辰了，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更何况，眼下咸阳城中兵力空虚，我已派魏冉去了函谷关，接替原来的守将。剩下的禁军里头很难知道有多少是真正的自己人。月儿，既然如此，就由我们一群人与秦军共同把守攻击，保你安枕无忧。
是你？干相可是心浮气躁了？您怎么来了？你不知道朝廷正满咸阳在抓你吗？哦，对了，惠后眼下如何？放心，此刻惠后正在雍城公子华的驻地里安然无恙。正是惠后叫我来给干相问安的。公子华与惠后总算联手了。世间没有永久的对手，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公子华需要惠后这个母后助他走上宣誓殿的王位，惠后要靠公子华的实力打回咸阳，彼此各有所需。当然，那个芈八子也不是个容易对付的敌手。今后芈八子这个称呼